支持呢位19歲嘅參選人張敬龍。張敬龍本來已經獲得劍橋大學嘅錄取，修讀學士課程，但喺放完1年嘅學業假期之後，便冇準備馬上升學，反而想把握歐洲議會6月4日選舉嘅機會，想成為歷來第一位最年輕嘅歐洲議會議員。佢同佢一班嘅義工經過3個多星期嘅努力，通過1人1磅嘅運動，終於籌得5000英鎊嘅參選保證金。為咗達到呢一個願望而踏出咗第一步，不過佢仲要面對30多位對手，當中有一半有政黨嘅支持，而且都比佢年長同埋有較豐富嘅社會經驗。咁選民點解要選年紀輕輕嘅張敬龍呢？向大家嘅支持啦，同埋好多人要問我19歲，好多嘢都未識，我經驗多過你。但係如果我唔企出嚟，要等多幾多年呢？5年、10年？定係等到100年呢？呢一個選舉係一個好好嘅機會。我雖然贏唔贏唔緊要，我已經踏出咗第一步。我希望有更多嘅人出嚟代表我哋華人，發出我哋要講嘅聲音，要講嘅嘢，同埋講出我哋嘅問題，同政府爭取翻我哋嘅權益。你話我哋中國人喺英國有乜都好，倫敦華埠嘅老華僑對呢一位晚輩又點睇呢？我哋中國人講嘢。而家呢個張敬龍，年輕嘅張敬龍能夠出嚟代表我哋華人競選，唔理佢今日選成點，我哋希望大家都能夠支持佢，能夠鼓勵佢，希望佢今日唔得，下次一定都成功，代表我哋華人能夠講個説話。無論如何點樣都好啦，大家團結就是力量，出錢出力嚟支持呢個人，希望佢將來為我哋華人做翻啲有益嘅事務。其實參選咧係要2個字，第一個字咧就係 motivation， 第二個係 passion， 兩樣嘢佢都有嘅，所以我好希望講俾你聽，我哋係有機會成功嘅，唔係冇機會嘅。只要你哋每一個人可以盡翻你自己嘅責任，去翻你自己個投翻我哋1票嘅話咧，係 Stephen 係真係有機會嘅。傳達開去㗎。張敬龍話：佢而家嘅目標係要爭取華人同埋菲律賓人社區嘅支持，當然仲有年輕一代嘅選票。但呢一班人都有一個共同點，就係登記為選民嘅比率偏低。睇嚟佢首要目標就係要呼籲大家馬上登記做選民啦。無線翡翠台記者鄭煥智喺倫敦華埠嘅報道。